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今欢迎收看10月2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社会主体政策当中的包租代管，因为对厝主保障、对弱势租厝帮助，中央已经扩大办理。其中咱台南嘛加码争取到1600户，所以议员尹爱达理伫总质询要求市府加强宣导，同时希望调降厝主的房屋税率。根据了解，台南市房价愈来愈悬，嘛凸显租厝的需求，所以政府透过包租代管，鼓励厝主将空厝税出来帮助有需要的经济弱势，嘛透过民间合作，维合厝主甲厝卡来保障双方的权益。技术议员尹爱达理表示，这项好的政策第3期个扩大到1600户的额度，要加强宣导实在可行。中央又把这个宣传的经费拉回到中央，可是老实讲，我们也看不到中央在宣传什么东西，看不到成效，所以还是希望都发局这边跟中央反映，争取我们把宣传费用拿回地方来使用，或者是交由我们目前的大成跟兆基公司他们去做。为什么？因为业者最了解市场需求。所以这一块是不是都发局能够试试看？好，谢谢议座这个指教了。有关这个包租代管部，目前这个宣导部的确是中央统一在进行相关政策的宣导不过我们都发局原则上会采取比较弹性的做法如果其他案子有经费要宣导的话，包租代管部分也一并会纳入来进行宣导，也一并来做宣导。对，所以议座这个意见非常好。那我们市政府大概都发局也会多来宣导这个包租代管这个好的政策。多年为了促进包租代管，减少空厝，嘛提升台南的租厝市场效益，好帮第三有更较好的运作机制。所以议员进一步强调包租代管的公益性，要求调降房屋税率。包租代管可以再降税那我基于降税的需求，我把我原来已经出租了跟那个我的厝咖、我的房客这样讲一讲这样子是我觉得把我们的国家有限的资源拿去让它更方便。谢谢市长，真的是明察秋毫。所以这个部分真的麻烦市长包含下面都发局跟经发财税局这个地方再讨论看看。是我们希望让房屋的利用最大化啦，但是做一些区隔，做一些防弊的机制。根据了解，如果包租代管的厝卡符合中价收入、身心障碍等资格，政府拢有租金的补贴。所以议员进一步希望小局许可用公费租约来安置。台南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根据10月天下杂志调查，台南市包括独居老人关怀服务人次、长期照顾资源的达成率，以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涵盖增加率等指标，竟然拢排6都尾名。所以议员李伟智伫总质询嘛一并提出检讨。议员李伟智根据天下杂志10月幸福城市的调查当中，特别列出6都社会力的比较。结果发现，咱台南伫平均每一位列车需要关怀独居老人服务人次，加长期照顾资源的达成率，拢是6都上少。所以总质询提出检讨，质疑小局宣导不足，互老人唔知市府有这么多组织加资源通好利用。希望上中下一直到基层的独居老人，中间不要有沟通上甚至资讯传递上的一个断点。这个部分我们来做加强。无咱开较在钱，组建立的团队，这个团队无法度下乡去服务，这团队等于白做的外艺术的是安尼，所以局长这个部分要去沟通宣导，一直去宣导。面对2005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老人照护相对要紧。议员嘛进一步关心台南社区照顾据点的涵盖增加率0.77%，嘛是6都上低。所以要求小局一定要有专业辅导团队来协助设立。对此市长嘛表示，要尽速盘点解决社区可能设立的困难。比如讲，你有一个专案的窗口，要协助这个社区的，甚至我帮你函询，当然你会感觉讲，完了我工课做袂了，但是你唔免惊工课做袂了，做好就好。
好不好？报告议长，目前为止我嘛无接到你讲，你甲我讲倒一个新价作对啦，这没有啊。因素来盘点，有见一个就解决一个，见一个就解决。如果有这样子，他真的有心要去，我们发现是人还是人力还是物力还是规则啊法规他不熟悉，我们就直接针对对症下药来解决。议员以社会工作的现在甲未来如何将爱送到每一个角落，伫总质询甲市府探讨。检测天下杂志的调查指标甲统计数据对咱无公平，不过议员强调，毕竟拢是咱社会力搁在进步的原动力。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延续立议员关心的社会力，副议员区里烦恼是咱台南加速老化程度，除了独居老人徛起的增加率是6度上悬，加上独居老人的认定各县市无同，造成公所名册甲实际有真大落差，所以强烈要求市府一定要确实掌握咱在地独居老人的现况，来提供必要的服务。议员区里伫即阵以内政部资料指出，2020年全国总人口数开始衰退，不过但市却已经连续衰退4档，其中老人每一档也以至少1万人的速度增加。议员除了烦恼台南加速老化，更严重是台南独居老人徛起的增加率已经是6度第一，10档来增加9.23%，要求社会局提出对策。刚刚我们同仁也有问您这个所谓的老人福利的部分，是。那你对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啊，你觉得我们目前全台湾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的社会福利有关老年人福利的部分，你觉得台南市做的有很到位吗？还在努力，还在努力，很会打高空。老人福利政策，除了你说的社会安全网，还有一些志工啦、社会人士在做的一些事情，你认为政府应该还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政府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它确实在整个面向上，我们现在是从4个面向来做协助啦，就是经济辅助跟那个照顾关怀服务跟保护服务的部分，还有长照的部分，这4方向来做。事实上，这个部分目前为止，我们也自我在检讨，确实是还有不足的地方。面对如何掌握独居老人来服务对症下药，议员嘛提出东区、永康甲北区等老人徛起上济前5名行政区，不过因为独居老人定义各县市无同，而且连台南37区公所认定甲实际嘛有真大落差，所以议员强烈要求市府开始掌握列册独居老人成为第一要务。造册的独居老人的人数。他住宅有这么多，5000、4000，居然独居老人造册东区只有121人，永康135人，北区只有21人，南区61人，中西区77人。你觉得这个数字像话吗？对比刚刚谢世杰局长跟郑兴辉局长对于独居老人的独居者的定义。基本上一个人住就算独居。数字从内政部的住宅平台来，而不是从内政部的社会或是卫福部的社会福利这个平台来。我觉得可能内政部的那个住宅平台，它可能是依据它的那个房屋的登记，这个房屋登记只有1个人的话，可能会设定就是独居。那或者是因为有些人家里面有好几个房子，当然这都不是借口。我愿意就说这个是应该全国一致的定义，如同您刚刚所说，高、新北还有其他城市，它对独居的定义，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就不一致。这个部分我们愿意从我们核实了解。虽然台南市结合社政、警政甲民政、消防等相关局处的社区关怀网拢具体服务计划，不过议员点出如何确实掌握独居老人在地化现况，并是完全按照中央一致的标准，值得全民关心。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
台湾为响应2023年双语国家市府率先全国建立双语中心、双语辅导团以及外国老师的教练团，29号伫西门国小举办双语中心的揭牌，宣誓将台南打造成双语教育之都。29号，市长会体协同教局长郑信辉来到西门市阳国小进行双语中心的揭牌仪式。活动中，西门国小的同学更特别用英语来甲市长进行趣味的互动。市长嘛表示，透过成立双语中心、建立双语辅导团、增加双语学校，佮有组建外籍老师的教练团，透过4个大方向来互台南的双语教育更完善。那其实双语教育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政策。那台南市可以说起步的比较早，早在赖清德市长的时期就已经陆陆续续期待，我们也有这个2官办第2外国语的第2官方语的这个办公室。那其中推动英语教学更是不遗余力。我们除了有双语资源中心的设立之外，还有双语教育辅导团的设立。那其中学校也分 A、B、C 三类，那分别是有不同这个比率的这个英语课程纳入正式的这个教学里面，也就是说用英语教数学，用英语教自然，或者用英语教其他相关的科目。所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沉浸在英语环境里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英语资源中心的这个建制，能够加速这样这个课程，让在台南这个台湾的第一个城市，理工台语买通的一个城市，对于到未来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是台语、国语理工英语买通，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孩子的国际竞争力有加速的效果。台南市率先全国超前部署双语教育的相关政策，除了是第一个成立双语中心的城市以外，透过按年级分配成 A、B、C 级数来安排双语教学的比例，并结合专业人力资源，协助大台南的校园双语教育发展。那这一些学校要申请，基本上他们只要做好课程的规划，因为我讲过1、2年级，那么事实上需要有这个1/6或1/3的课程是用双语那双语的部分来实施的领域那当然有的学校他会说 OK 艺术人文、健体、综合那有的学校把自然也加进去了，那未来会有一些把数学加进去了，也就是说除了国语文之外其他的领域那么都可以，那么来实施双语教育。所以只要师资准备好，所以我讲课程规划需要师资，那师资准备好，我们就可以来推动。那这个部分呢，有个学校不是一次呢就到位，它可能会低中年级，然后再来在高年级。所以各个学校它必须要提出它的所谓进程的规划。那么其实是引导学校先做好它成为双语学校的准备工作。市府为着要减少市区甲郊区的学生双语教育的差距，特别拟定扩增双语的学校，组建外师教练团，来互学校共享，努力互英语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因为看到患者伫病院需要坐轮椅时，确实上无够用，所以立委陈天辉议员陈英丁结合台南市友联赛主会，捐赠90台爱心轮椅予新台病院。会中由院长出面代表受赠。台南市友联赛主会会长吴碧玉，因为日前到病院访友，看到真侪病友排队要来借轮椅，互伊发觉到轮椅不足问题。会长吴碧玉以赛主会照顾社会理念，伫会内发起爱心轮椅乐捐，得到众多赛姐赛兄的支持，总共募集到50万的善款，采购一批轮椅要来捐予新台病院。我是老人失智老的精神，
我就发起要坚持需要帮助要就医的轮椅，所以我就积极的告诉我们狮子会的师姐，大家发起，大家都争取了120台的轮椅，他们秉着大方坚持，共襄盛举，50万共计120台的轮椅捐给成大90台。立法委员陈廷辉市原陈一丁表示，现在医疗拢是以患者主体为考量，在护具方面，以轮椅的需求上大。真感谢友联狮子会以实际行动关怀社会。我们的友联狮子会今天能够发挥我们的大爱，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能力所及，能够把它集结起来，一起来跟我们需要的每一个人来分享哈。我相信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哈。尤其他都我咱前面讲过的哈，这个是及时雨哈，本来已经要去买轮椅啊哈，但是咱友联狮子会在第一时间就跟他们说，我们管90台轮椅啊，当然咱民间的管的吼，绝对拢比病咧买更较好啦吼，因为医院的采购有医院采购的一个标准然后跟要求啊，所以呢，我们民间的捐赠绝对都比医院所采购的更好哈。今日的捐赠活动，新台病院也由院长沈梦如代表接下这份爱心大礼。今日不欢喜有这机会哈，因为狮子会上班族不本来内部的哈，成大医院的轮椅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不用压证件，你可以用的用。你去其他北医去看哈，所以这个轮椅的那个压证件甚至要缴钱。成大医院的轮椅是不用压证件，不用缴钱，一个有可用。第二个是一定定时清销，所以轮椅用情绪担当，所以只要哈，现在那个消耗量其实用不大的啦，用不大。所以我们本来最近是叫做买一批新的轮椅，那刚好有人狮子会。说他们要捐赠90辆，而且是他的轮椅比我们买的更高级更高级，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及时雨啊。新台病院院长沈梦如表示，高龄化社会，老年人人口比例攀升，真侪银发族行动不便，就医需要轮椅，而轮椅的使用率悬，需要太旧换新。真感谢友联狮子会捐赠病院上需要的医疗辅具，让病院有更充足的轮椅，早予患者更侪便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首位天团第27届清寒奖助金颁奖典礼29号举行。今年总共有122间学校，991名学生受到帮助，而且颁发的总金额高达364万元，希望借此减轻受弱家庭伫学费的负担。台湾首位天团。秉持着处置社会、回馈社会、关怀清寒家庭以及培育优秀人才的理念，自民国84年开始，连续27档发送清寒奖助学金，予咱市国中、高中以及小学，借此鼓励在逆境中悠然不断学习的学生。办理至今已经有5万名学子受惠。典礼即天，副市长戴谦、市员陈一丁、柯志春。立法委员王定武、服务处副主任林建兰也拢来到现场为学生鼓励。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呢，所有得奖的这个得奖学金的所有年轻的朋友呢，表示恭喜这个表示您的成绩真好，才会当领到这个奖学金。所以呢，是不是为自己拍手一下？集团为信众所捐赠的钱，咱来帮助咱的囡仔，咱学业成绩表现非常的好。咱今年我最欢喜的代志就是，咱今年所颁奖的同学比去年要加10几个人，非常好啊！因为以这个台湾少子化的情况之下，没有咱这个东西未来国家的，我那个读这种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会当讲国家将来啦，30档后、20档后，爱靠大家人哦，努力争取台湾的一片天，好不好，同学？好不好？今年清寒奖助学金总共有122间学校，
991位学生得到奖学金，总计颁发出364万7千块。台湾手苗天坛结合信众爱心捐助，将善心传到社会各个角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关心失去外壳失联甲失地的华山长辈，29号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15分区，伫金城里活动中心捐赠华山当年的照顾经费。会中市府甲议会侪贵宾拢出面见证，场面相当温馨。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第7专区、14分区以及15分区联手做爱心，结合赤坎、中山、名人、向阳、成功、中正、自强、真善美等8个赛主会，做伙关心华山基金会弱势长辈，捐赠当年服务经费16万块，也希望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跟华山基金会的捐助呢，要感谢各位狮子会各位会长、各位师兄的帮助了哈。那我这边呢，只希望大家的掌声哈。为什么哈？第一个哈，我们是不是借助大家掌声哈，来感谢我们地区专区的主席哈，促成了我们14分区、15分区这一次的活动，好不好？那第二个呢，也借助大家第二次掌声来感谢我们这一次的8个会长啊，8个工会的会长啊，一起来合作来完成这次的社会服务。现场除了有众多师兄师姐来捐礼以外，副市长赵清惠、市员李启伟、罗坤福、蔡小维、蔡旺全、吕维应等贵宾也拢前来见证。是咱即摆台南市普遍来讲，超过的这个超老年应该到17%，就是讲咱老人的年纪甲伊中老的年纪是比较长的就是，但是咱上大愿望是啥物？咱希望咱老的时阵是让健康到能够活动筋骨。可以走动、行动自理，所以咱有需要讲社会局甲咱议会这边才来配合讲照顾咱真侪市民，但是总嘛是有无法度照顾到的人，所以咱就爱请咱的这个社会福利这单位尤其是咱华山基金会因为咱全国有300几个咱有3万几个人都会当受到因的照顾。基金会代表张瑞芬也伫现场分享照顾长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也让人听甲非常的不甘。有一个长辈患有严重的僵直性脊椎炎，他说他希望他可以到顽皮世界去看动物，因为他这一辈子他没有进去过动物园，就算他的家就在学甲，他也没有进去过。后来我们克服了他的身体的不方便，然后帮长辈就是带他去动物园看长颈鹿，然后帮他庆生。阿公那一天很开心。基金会表示，华山服务长辈的过程中无收取任何费用，因此非常需要社会各界帮忙。这次嘛真感谢赛主会大力帮忙，也欢迎有寡侪善心人士加入关怀弱势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